大家好，小朋友，今仔日咱要教的是第10句。第10句要安怎念呢？咱来念看卖哦。日头赤爷爷，虽然顾性命。搁念一届哦。日头赤爷爷，虽然顾性命。日头是什么意思？就是太阳的意思啊，赤爷爷呢，就是说太阳很大，日正当中很热的意思哦。虽然顾性命，所以大家都跑去阴凉的地方他不会管你啦不会管你的死活啦自己管自己的意思啦好，来念一届哦。日头赤爷爷，虽然顾性命。有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后面这个性命、生命有人不是念性命，也念生命。这个是因为住的地方不同，这个叫做发音差，不是别人念错哦。不可以说别人念错哦，这是发音差啦所以你嘛使讲日头赤爷爷，虽然顾性命那我们统一都是讲日头赤爷爷，虽然顾性命啦爱该背起来哦。我们今天教的是第10句哦。那伊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去社会上工作的时候大家都很现实有时候呢，我们一组同一组做事情有没有？结果发现主管说，你们这一组有做错哦。结果你们同组的人就会推说这个部分是你做的不是他做的所以这个叫做很现实的意思啦大家只知道关心自己不关心别人这句是这个意思啦来，咱来讲一届，了讲日头赤爷爷，虽然顾性命第10句已经教了我们第10句教完之后呢，咱爱复习为第1句开始哦。囡仔兄、囡仔姊，恁敢会晓念？会记得无？来，咱为第1句开始念。某生囝真拼咧，钱歹趁，囝细汉。天顶天公地下母牛讲，去食歹好路加鲜。一个当机，一个倒头，讲互你捌，喙手拍四角，杂喙到尻川，掠杀母相加，家己在自长。看也看别人，日头赤爷爷，虽然顾性命。这10句爱晓念哦。咱的闽南语的呼叫台语的呼叫今仔日就教到这为止咯。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